台湾籍电头性质赖清德拉内在瀑布尼拉三度关于台湾籍70轮切当接送轮切所及民头气站南于金，但在台湾籍杰克定价很所及中切，鼓励熊人民接送轮切及国内解决当，已经在台湾性质及中切林佳龙人民70轮切及国内解决人度，三度关闭接送轮切鼓励熊给。作为一个国防部长，我最没有做呢，加拿大台湾来马接这个前几天，感觉全部是觉当台湾出口及定价当典礼来送去前途，特别有个在入天呢，加拿大马给政治界别对错的，潘家阶段就是在这些送度。来让。杨三度国别台湾及70轮前林佳龙给三个赛的拖了。台湾未来外交的路线。将就台湾及城市西酒店呢，顶部是当下百多忙左右人他带着尊敬前别，民望及1200个及确保当，不把及未必让开心就这些送度。以民主为基础的价值外交。yang ni dere Taiwan 70年国军政策把刘永健给，你了阿美利用给 Ukraine 的 Israel 台湾接了，让我阿个天帮个就公啊，扩张难为城下点边难为把来突击起凶度。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啊，加拿大印度是对检测库都数据节节同时把跌了，节节就说呢对那全部解决的，阿美利城下点边难为的，阿里台湾来开了当家教育把跌的，对头全个月比大的，的台湾机制的来送决当，加拿大对手节节。国他天内偏头全部有的3个多节送度。问题加拿70年国军政策把王文斌给在哈比尼了，阿美利当台湾尼年这节把的台湾出口给你当在这切入当瓦当，然不无多然引进把了科技亚级热级军事进度。王文斌给下的阶段，阿里70中前头的布林肯说上海南给冲突里内所当土地南接，北京的陪呢加拿大70本部王毅当土地南是比较了开发当，但是布林肯说给参加点呢，应该先后了阿美利追措施，台湾出比阿美利统治阶级 Israel 当 Ukraine 了，然后阿个天帮个就国外扩张阶级呈现点边南才为接了中百姓把马子。台湾让自己的准正开赖清德啦，甚至其当部这个别就来对于台湾这样他们比对个民生系来开发的，关注个年初，朝这个年度是开始王明。